如何開自取單 ？A 店下單 ，B 店取貨。點擊自取，填寫顧客信息，姓名同手機號碼係必填項。選擇自取地址，支持跨店取貨，即係喺 A 門店落單，但喺 B 門店取貨。自取日期，訂單備註可以按顧客需要選擇填寫。點擊確認，點擊商品進入商品詳情頁，選定商品顏色和尺碼，添加商品到購物車，完成支付。跟住點擊左上角三橫，點擊設置，點擊店鋪選擇出倉地點 S3 店鋪，返回主頁，點擊購物袋 icon 進入自取頁面，可以喺輸入框入面輸入訂單編號、客戶名稱或者電話號碼進行搜尋，揾到並點擊來取貨嘅顧客嘅自取訂單。取貨數量默認係取出所有貨物，但亦都可以自行調整。剔選想要自取嘅貨物同埋取出數量，點擊確認即可取出貨物。貨物可以分多次自取，直到所有貨物被取出為止。訂單入面所有貨物都被取出之後，訂單即可完成。